如果您65岁之后只靠走路来维持健康，您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这听起来可能很矛盾，但这是科学事实。走路太轻松，无法充分激活肌肉，肌肉就会逐渐流失。根据研究数据，65岁以上的人每年会流失1到2%的肌肉量。即使每天都在走路也一样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许多阿公阿妈每天在大安森林公园散步，早上去市场买菜，绕着7到11走几圈，但膝盖还是痛，站起来很困难，爬捷运站的楼梯就气喘吁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因为一种叫做同化阻抗的生理现象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肌肉随着年龄增长，对轻度运动的反应变得越来越迟钝，就像一台用了几十年的机器，需要更强的动力才能启动。只是走路对于年长的肌肉来说，刺激太小了，肌肉接收不到我需要变强的信号。但最可怕的真相不是肌肉流失本身，而是它带来的连锁反应，容易跌倒，恢复得很慢，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，最后变成儿女的负担。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？从椅子上站起来需要越来越久，要用手撑着大腿才能起身，看到楼梯就害怕，从市场买的东西再也没办法自己提回家。这些都不是小事，它们是身体在发出警告信号。但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这不是您的错，这是所有人变老时的正常生理变化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问题是可以改善的。您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只需要3个来自日本经过科学验证的动作，每天不到10分钟就能完成。这3个动作能重新激活您的神经和肌肉系统，帮助您重新找回力量和平衡。请您一定要把影片看完，因为如果您看到一半就离开，可能会错过今年最重要的防跌倒动作。这些方法简单但有效，而且是专门为年长者设计的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会一步一步教您怎么做，以及为什么这些动作对您这么重要。现在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走路不够。想象一下，您家的水龙头打开了，但是水管老旧了，水流变得很小，您再怎么用力转水龙头，水还是流不快，对吧？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走路是一种很温和的运动，就像轻轻地转水龙头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样就够了。但对于65岁以上的人，肌肉已经像老旧的水管一样，需要更强的刺激才能醒来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同化阻抗。走路的强度太低，肌肉接收不到足够的信号来生长或维持，结果就是虽然你每天都在动，但肌肉还是在慢慢流失。这种肌肉流失会影响4个关键功能。第一是腿部力量，您会发现站起来越来越费力。第二是手臂力量，当您跌倒时，没有足够的力气撑住自己。第三是平衡感，身体摇摇晃晃，走路不稳。
第四是神经和肌肉的协调性，反应变慢，来不及在危险时刻保护自己。在台湾，跌倒是老年人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。根据统计，台湾65岁以上长者跌倒的比例相当高，而跌倒后造成的髋骨骨折更是致命的。很多长辈跌倒后就再也站不起来，生活品质急速下降。但请不要灰心，因为即使是65到80岁的长者，肌肉仍然有恢复的能力，只要给予正确的刺激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3个日本动作，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设计的，它们能重新激活您的神经系统、肌肉和关节，让身体重新找回年轻时的活力。这些动作不需要很大的力气，也不会对关节造成负担，但效果非常显著。重点是，您的身体还没有放弃，您也不应该放弃。为什么？这个动作能决定您是否能独立生活，因为它直接测试了您身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。不用手撑就能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在老年医学中，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叫做虚弱症候群来评估长者的健康状态。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指标就是您能不能不用手撑着就站起来。如果不行，那表示您已经进入高风险区，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可能性非常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您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别人帮忙，那么上厕所、洗澡、穿衣服这些日常活动都会变得困难重重。您会开始依赖家人，失去自己的隐私和尊严。但隐形椅子这个动作可以改变这一切，它是一种等长收缩运动，意思是肌肉用力但不移动。这种训练方式对于以下肌群特别有效：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、臀部肌肉、髋部肌肉，还有核心肌群。这个动作的好显不只是增强肌肉力量，更重要的是它能重建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连结。当我们年纪大了，这条神经通路会变得迟钝，反应变慢。通过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重新训练这条通路，让大脑和肌肉再次紧密合作。此外，它还能保护您的膝关节。很多人以为深蹲会伤膝盖，但其实正确的姿势反而能强化膝盖周围的肌肉，让关节更稳定。它还能恢复双腿的稳定度，让您走路更有信心。在日本，有一个传统叫做静立，意思是静中的站立。它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，不在于快速移动，而在于控制和坚持。这正是我们需要培养的老年力量，稳定、持久、可靠。您不需要担心自己做不到，因为这个动作是可以调整的，不需要蹲得很低，不需要做得很快，只需要每天保持正确姿势几秒钟就够了。现在让我详细教您怎么做。首先，站在椅子前面，双脚与肩同宽，慢慢弯曲膝盖，就像要坐下去，但没有真的坐下，保持背部挺直。想象有一根线从头顶拉着您，把臀部往后推，就像要坐到椅子上，但停在半空中。在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，然后慢慢站起来。如果您觉得太难，可以让膝盖弯得浅一点，或者轻轻扶着椅背。如果您觉得还可以，可以试着保持更久，或者蹲得稍微低一点。记住，不要勉强自己，循序渐进最重要。
建议1周做3次，每次做3到5组。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腿有点酸，这是正常的，表示肌肉正在工作。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困扰，手臂变得越来越没力，推不开重的门，跌倒时撑不住自己，从椅子上站起来时也没办法用手撑。您知道吗？手臂无力不只是不方便而已，它还会大大增加跌倒的风险。当我们跌倒时，本能会伸手去撑地面，但如果上半身没有力量，就没办法保护自己，结果就是直接摔到地上，造成更严重的伤害，失去上半身的力量，也就失去了保护性反射。当身体失去平衡时，神经和肌肉的协调如果太慢，就来不及在危险时刻保护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跌倒后伤得特别重。除防桌伏地挺身，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您重建这些功能。它主要锻炼胸部肌肉、肩膀、手臂后侧的三头肌，还有核心肌群这些肌肉群的强化。不仅能提升您的反应能力，还能改善姿势和平衡感，甚至在跌倒后能帮助您自己站起来。在日本传统中，有一个概念叫做真形，意思是真实的形态，每一个动作都是对身体的尊重，是一种仪式。我们不是随便做，而是用心感受每一个肌肉的收缩，每一次呼吸的节奏。这种专注能让训练效果加倍。现在让我教您正确的做法。找一张稳固的厨房桌子或流理台，高度大约在您的腰部附近，双手撑在桌边，与肩同宽，身体呈现一条直线，从头到脚都不要弯曲，慢慢弯曲手肘，让身体往桌子靠近，用2到3秒的时间下降，在最低点停留1秒钟，感受胸部和手臂的肌肉再用力，然后用力推回原位。注意，整个过程都要保持身体笔直，不要塌腰或弯曲。如果您觉得太难，可以选择更高的桌面，甚至是墙壁。身体越接近垂直，难度就越低。如果您觉得太简单，可以找低一点的桌子，或者做得更慢。建议1周做3次，每次做2到3组，每组8到12下。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手臂酸痛，这是正常的。休息1-2天就会恢复。请记住，您不需要做得很用力，只需要做得正确，品质比数量重要得多。每一下都要慢慢来，感受肌肉的运作，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效果。现在我要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位患者叫林德庆先生，今年72岁，住在新竹。林先生有一天要走下家里的台阶时，突然失去平衡，整个人往后摔。那时候家里没有其他人，他在地上坐了20分钟才有力气站起来，幸好没有骨折，但他吓坏了，之后变得不敢出门，连走路都小心翼翼。他来找我时，我发现他的问题不是腿没力，而是后方的平衡感和反应速度都变慢了。我教他做后退弓箭步这个动作，并请他每周练习3次。6周后，林先生回来复诊时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他说他的脚变得更稳了，不再害怕上下捷运站的楼梯，反应也变快了。他甚至开始每天早上去公园运动，
整个人的精神都好了很多。这就是这个动作的威力。为什么它这么有效呢？根据研究，台湾70%的跌倒事故是往后摔或往旁边摔，但我们平常走路都是往前走，很少训练往后或往旁边的肌肉和反应结果，就是当意外发生时，身体来不及反应。后退平衡部专门训练您的臀部肌肉、大腿后侧肌肉，还有深层的稳定肌群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训练您快速调整重心的能力。当您的脚往后踩时，身体必须迅速调整平衡。这正是预防跌倒最需要的能力。在日本传统训练中，有一句话叫做“退一步，进3步”。它强调的是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先退后，才能更稳固地前进。这个动作正是这个哲学的体现。现在让我教您怎么做。首先，站在一张稳固的椅子旁边，用一只手轻轻扶着椅背，另一只手可以放在腰上或自然垂下。慢慢将一只脚移后退一步，脚尖轻轻点地，膝盖微微弯曲，在这个姿势保持1到2秒钟，感受您的臀部和大腿在用力，同时保持平衡，然后慢慢把脚收回来，回到起始位置，换另一只脚重复同样的动作，每只脚做6次。算一组，建议1周做2到3次。刚开始可能会觉得不太稳，这是正常的，慢慢来就好。重点是，您不需要退得很远，只需要退得慢，有控制就可以了。宁愿做得小一点，但稳一点，也不要勉强自己做太大的动作。随着练习，您会发现自己的平衡感越来越好，反应越来越快，这个改变可能会救您一命，因为它能让您在真正遇到危险时，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。虽然这3个动作对大多数长者都很安全，但还是有一些情况需要特别注意。如果您刚刚更换了膝关节或髋关节，请先不要做这些动作，至少要等到医生说可以了再开始。如果您的膝盖正在急性疼痛期，也请先休息，等疼痛缓解后再练习。如果您有头晕、眩晕或前庭功能障碍的问题，这些动作可能还让您更不舒服，请务必先咨询医生。如果您曾经中风，而且身体状况还是不稳定，也请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再进行训练。但请记住，您不是不能运动，只是需要调整方式而已。台湾有很多优秀的复健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，可以根据您的状况设计适合的运动计划。建议您可以去三军总医院、马偕医院或长庚医院的复健科咨询，他们都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运动训练课程，可以帮助您安全地恢复体能。另外，不管您的身体状况如何，请记住这4个黄金原则。第一，永远确保有支撑。点练习时，旁边要有椅子或墙壁可以扶，不要冒险。第二，从慢开始，不要急着做很多，先从少量开始，让身体慢慢适应。第三，注意姿势，正确的姿势比做很多次重要的多，宁愿做少一点，但做对，也不要为了次数而牺牲品质。第四，如果感到疼痛就立刻停止，运动应该是有点酸但不会痛，
如果感到尖锐的疼痛，那表示有问题，请马上休息并咨询医生。运动是为了让身体更好，不是为了受伤，请您一定要倾听身体的声音，用智慧来运动。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3个日本动作的威力。第一个，隐形椅子，能重新激活您的神经和肌肉连结，让您重新获得从椅子上独立站起来的能力。第二个，除防桌伏地挺身，能增强上半身的力量，提升您在跌倒时保护自己的反应能力。第三个，后退平衡步，能训练您最容易忽略的后方平衡感，大幅降低往后跌倒的风险。这3个动作加起来，不只是增加肌肉力量而已，它们能重建您的自信，让您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。想象一下，当您可以自己去市场买菜，不用担心提不动东西；当您可以轻松上下捷运的楼梯，不用气喘吁吁；当您可以自己去看医生，不用麻烦儿女请假陪您。这种独立自主的感觉，是老年生活最珍贵的礼物。独立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。当我们能照顾好自己，家人就可以安心工作、安心生活，不用时时刻刻担心我们，这是我们能给他们最好的爱。所以我想请您现在就行动起来，不用等到明天，不用等到有空，就选一个动作，现在就做一次，只要30秒就好。做完后，请在留言区写下我完成了第1次，让其他人看到您的勇气，也给他们一些鼓励。我们一起创造一个互相支持的社群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也请您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家人，也许他们也正在为同样的问题困扰。您的分享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我们的频道还有很多其他实用的影片，例如日本动作帮助减轻膝盖疼痛和60岁以上开髋的5个动作，欢迎您继续观看。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健康、更强壮。最后，我想跟您说，您不需要做到完美，您只需要开始，每一小步都是进步，每一次练习都在让身体变得更好。如果今天还没有人对您说这句话，那么让我来说，您比您想象的还要强大很多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